大家真係想象唔到，而家深圳啲商場、街市，甚至普通一間茶餐廳，到底俾香港人逼到一個點樣嘅地步。話說上個週末，我同班朋友諗住上去行下，點知一出福田口岸，我直情以為自己行錯路去咗旺角或者銅鑼灣啊！真係逼爆晒深圳啦！身邊行過嘅10個有9個都係講緊廣東話，人山人海，多到癲咗咁。香港人個個都好似唔使返工，唔使瞓覺咁，一到假日前赴後繼咁上晒去消費。你隨便行入一間商場，例如卓越中心或者萬象城，入面啲餐廳門口排隊嘅凳，坐滿晒我哋香港同胞，個個手上拎住杯阿媽手作或者奈雪的茶，一邊等位一邊傾偈。大家都話而家喺香港真係食唔起，或者直情話覺得唔划算，所以要實行消費降級喎。但係你睇下佢哋喺深圳嗰種買嘢嘅狠勁，個個都好似執到寶咁，喪心病狂咁掃貨啊！去黑馬先生或者山姆會員店睇下，嗰度先至係主戰場。你經常會見到一幕，一個50幾歲，即係50幾嘅香港師奶，同埋一個30幾歲，即係30幾嘅 OL， 兩個人合力推住架大到好似張床咁嘅購物車，入面塞滿晒大包小包嘅牛肉乾、巨型卷子、烘焙蛋糕，甚至幾大箱嘢飲。佢哋一邊將啲嘢塞入個行李箱，一邊好興奮咁同隔壁個路人講：哇！你睇下呢袋豬肉脯，香港買要成100蚊，呢度幾廿蚊人民幣就有交易，真係抵到爛。講真，呢種消費降級其實聽落有啲諷刺。表面上大家係因為覺得香港生活成本高，經濟壓力大，所以選擇將消費力轉移，好似降咗格咁。但係你睇到佢哋喺深圳嗰種爆發式嘅買法，根本就唔係降級，而係換個地方消費升級。喺香港，1800幾蚊可能只係夠2個人食一餐普通嘅日本料理，服務員仲要面窿窿咁催你交台。但係嚟到深圳呢度，同樣係攞住1000幾百蚊，你直情可以當自己係大爺。你可以先去揼個骨，接個竹葉，然後再去食一餐熱辣辣、份量足到飛起嘅潮汕牛肉火鍋。食完之後再去行超市掃貨，買埋2-3袋茶飲麵包返香港。呢種全方位嘅滿足感同大佬級別嘅消費體驗，真係令好多香港人一試難忘，上癮一樣。每個禮拜5下班就自動自覺去羅湖或者落馬洲報到。我哋不妨坐低理智咁分析下，到底係咩原因令到咁多香港人不惜每個禮拜舟車勞頓都要湧上去深圳消費？首先，最直接、最核心嘅原因，肯定就係性價比呢3個字。用香港人最親切嘅話嚟講，就係抵食夾大件。近年來，深圳嘅餐飲同服務業發展得真係好快，無論係食物嘅質素、裝修嘅風格，定係服務員嘅態度，都進步得好犀利。以前大家可能覺得內地嘢食唔夠衛生，或者裝修好土氣，但而家行入去，間間都高大上，文青風、工業風、復古風應有盡有，拍照打卡一流。最緊要係價錢真係平得令人髮指。你想想喺香港食個普通嘅茶餐廳常餐，茶酒加個沙爹牛麵，隨時都要50幾60蚊，即係50幾60蚊。如果想食好少少，去食餐酸菜魚或者烤魚，2個人無400-500蚊都行唔出門口。但係喺深圳呢，200蚊人民幣已經可以食到一條好大條、配料滿滿嘅正宗重慶烤魚，仲要包埋汽水飲，白飯任裝。對於普通打工仔嚟講，呢個數一對比，心入面本賬簿自然就識得算。邊度可以令到自己賺返嚟嘅血汗錢用得最花得高興，用得最值，大家自然就會去邊度，呢個係最基本嘅人性。而且除咗食之外，深圳嘅娛樂項目真係多元化到令香港人眼界大開。喺香港，放假行街唔係去海港城就係去時代廣場，行嚟行去都係嗰幾間連鎖店，悶到發慌。睇戲、唱 K 呢啲活動，大家都已經玩到厭晒。但係深圳呢？人哋有大型嘅室內滑雪場、室內衝浪館、幾千尺嘅電玩賽車城，仲有各式各樣嘅密室逃脫同劇本殺。對於20-30歲，
即係20-30嘅香港後生仔女嚟講，呢啲簡直就係新大陸。佢哋可以喺度玩足一日都唔會重陽。對於年紀大少少，好似40幾歲，即係40幾或者50幾歲，即係50幾嘅中年家庭客，人哋有大型嘅 SPA 水療會所，入面裝修到好似5星級酒店咁，只要俾一個入場費，就可以喺入面留足24小時。入面有免費嘅生果任食，哈根達斯雪糕任攞，有私人影院睇戲，有電腦打機，仲可以舒舒服服咁瞓個晏覺，揼個中醫推拿。呢種一站式嘅放鬆體驗喺香港根本揾唔到，就算有，個價錢都肯定係天價。所以香港人一去到，自然就會覺得真係好似入咗天堂咁，覺得每一樣嘢都真係抵到爛。再講而家嘅交通便利程度，真係幫呢股北上消費潮加咗一把好大嘅火。高鐵20分鐘就由西九龍去到深圳北，東鐵線一程車直達羅湖或者落馬洲，仲有各種跨境全日通巴士、保姆車，基本上由你出門口到去到深圳，最快1個鐘頭內就可以搞掂。對於新界區或者住喺鐵路沿線嘅居民嚟講，去深圳可能比去銅鑼灣或者尖沙咀仲要快，仲要方便。加上自從實行咗港車北上政策之後，好多有車嘅香港家庭，每逢週末就一家大細揸住部香港車經港珠澳大橋或者深港西部通道直接上去，個車尾箱大一大，去到山姆或者 Costco 呢啲美式大型倉儲超市，真係好似唔使錢咁，一箱一箱車厘子，一打一打大長條麵包，幾十包一袋嘅零食，瘋狂咁往車尾箱載，直到個車尾箱塞到連一絲手指出入嘅聯位都冇，先至心滿意足咁揸車返香港。除咗硬件之外，軟件上嘅對接都做得非常之好。以前上去消費，最麻煩嘅就係要換人民幣現金，或者要搞個內地銀行戶口先可以用到電子支付。但而家呢，香港嘅 WeChat Pay HK 同埋 Alipay HK 已經全面打通咗內地嘅消費網絡。你上去直接用香港嘅電子錢包，佢會自動幫你按即時匯率折算成港幣扣錢。你無論係搭地鐵、搭巴士、去路邊攤買串燒，定係去大商場食飯，只要一部電話攞出嚟，都一刀個 QR 碼就搞掂，方便到不得了。甚至連內地最流行嘅外賣 App， 比如美團、大眾點評或者叫車 App 滴出行，都可以直接綁定香港嘅信用卡或者電子錢包。好多香港人去到酒店或者去到揼骨場，就直接打開美團叫外賣，叫杯喜茶或者一點點，幾十分鐘就直接送到你面前。呢種無縫對接嘅消費體驗，令到香港人上去消費嘅心理門檻直接降到去零。不過講到最觸動香港人神經，令到大家寧願上深圳都唔想留喺香港消費嘅原因，始終都係服務態度呢個問題。呢個真係好多年來好多香港人心入面嘅一根刺。喺香港，因為租金貴、人工高，好多餐廳同鋪頭都要面對極大嘅生存壓力。為咗做多幾輪生意，翻台率要高，於是好多時啲服務員就會不自覺咁擺出一副好心急，甚至係不耐煩嘅面孔。你坐低食餐飯，啱啱擺低筷子，個阿姐就已經手快快過嚟收走你個碗，然後用一種暗示你食完好行啦，出面好多人排隊嘅眼神望住你。如果你喺商場買嘢，問多兩句，個售貨員可能就會俾面色你睇，覺得你幫襯得少又麻煩。呢種貼錢買難受嘅體驗，真係令到好多香港人覺得好氣餒、好無癮。但係一去到深圳，情況就完全相反啦。內地嘅服務業競爭大到難以想象，所以人哋將顧客至上呢4個字真係發揮到極致。你一入到去，服務員個個都笑面迎人，好主動咁同你打招呼，叫你帥哥美女。食火鍋嘅時候，人哋會主動幫你下配料，幫你撥走湯面嘅油，幫你裝湯，甚至你行去洗手間，一出門口都有服務員微笑着遞張紙巾幫你抹手。就算你只係消費咗幾十塊錢，人哋都係一樣咁客客氣氣、恭恭敬敬。最出名嘅海底撈就更加唔使講，直情將服務做到變態嘅地步，擦鞋、美甲、幫你帶細路，仲有川劇變臉睇。
對於習慣咗喺香港受氣嘅香港人嚟講，去到深圳食飯行街，真係可以揾返做消費者應有嘅尊嚴同享受。大家心入面會覺得，我辛苦工作咗一個禮拜，放假出嚟消費，就係想開開心心、舒舒服服。既然喺呢度可以用更少嘅錢換嚟更好嘅服務同好心情，那我點解仲要留喺香港買難受呢？正因為咁樣，所以網絡上先會出現咁多關於香港人去深圳掃貨、爆買嘅二手話題，甚至有好多內地嘅網友都笑稱，深圳已經變成咗香港人嘅後花園，每到週末，深圳嘅商場就被香港人攻佔咗。你只要去行一圈，就會發現呢個說法一點都無誇張。好多熱門嘅餐廳，例如泰義酸菜魚、鮑師傅糕點、潮汕牛肉店，門口排隊嘅隊伍入面，你起碼可以聽到7、8成嘅人係用廣東話傾緊偈。特別係鮑師傅嗰個肉鬆小貝真係好似有魔力咁，每個香港人返香港之前，手上都必定會抽住幾袋鮑師傅嘅袋，好似呢個係北上消費嘅身份象徵咁。有啲香港人甚至仲厲害，直接組團上去深圳嘅街市買餸。佢哋話深圳街市嘅海鮮、蔬菜、生肉種類又多又新鮮，最緊要係價錢只有香港嘅1/3甚至1/4。買完之後用個保溫袋裝住，坐地鐵直達返香港，夜晚就可以開大餐。呢種精打細算，將每一分錢都用到最極致嘅生活方式，已經成為咗而家好多香港人嘅新常態。面對呢種排山倒海嘅北上消費潮，香港本地嘅商戶同餐飲業真係叫苦連天。以前係內地遊客湧落嚟香港廣東道買名牌、掃化妝品、買藥油，而家風水輪流轉，變成香港人瘋狂湧上去深圳食喝玩樂。呢個現象背後，其實反映出兩地經濟結構同消費市場嘅一種深層次轉變。香港嘅高租金、高成本，導致咗本地商家好難喺價格同空間上同內地競爭。當內地嘅產品同服務質素追上嚟，甚至喺某些領域超越咗香港嘅時候，香港如果仲單靠以前嘅購物天堂光環，而唔去喺服務、創新同性價比上做出改變，真係好難留得住本地消費者的心。好多人成日話，香港人去深圳消費係不愛港或者係一種退步，但係我覺得呢個純粹係一個好理性、好符合市場規律嘅消費選擇。大家生活喺一個自由市場，追求物美價廉，追求好嘅服務體驗，係理所當然嘅事。所謂嘅消費降級，其實係香港人生活智慧嘅一種體現。大家喺賺錢唔容易嘅大環境下，學識咗點樣更聰明咁去理財，點樣將每一筆開支都發揮到最大嘅效益，用最少嘅成本換取最大嘅快樂，呢個先至係最精明嘅生活態度。不過話分兩頭，呢種生活方式雖然好爽，但每次睇到周末香港中環、銅鑼灣或者旺角部分街區冷冷清清，有啲老字號食肆因為頂唔順高租金同客源流失而無奈結業嘅時候，作為香港人，心入面多多少少都會有一種絲絲嘅無奈同唏噓。我哋希望內地做得越來越好嘅同時，亦都真心希望香港本地嘅餐飲同零售業可以痛定思痛，揾到一條新嘅出路。比如話，增強本地嘅特色文化體驗，提升服務態度，推出更多具有本土特色同高性價比嘅產品，等香港人唔單止放假想上去深圳，平時留喺香港都一樣可以行得開心，食得滿足。但無論如何，起碼喺現階段，呢股香港人北上深圳消費嘅熱潮睇怕仲會持續一段好長嘅時間。因為一旦體驗過嗰種用幾十蚊人民幣就可以食飽飽，幾百蚊就可以當大爺，買到成手都係嘢，直情大嗌真係抵到爛嘅爽快感覺之後，你真係好難叫大家轉頭去返以前那種貼錢買難受嘅日子。所以話，如果你嚟緊嘅週末仲未諗到去邊度玩，或者覺得喺香港行街好悶，不妨都跟住呢股大潮流，帶埋你個行李箱，一齊上去深圳感受下呢種逼爆商場、喪心病狂咁掃貨嘅震撼場面啦。當你真正融入到嗰個人潮入面，親眼見到啲嘢食有幾大份，服務有幾貼心，價錢有幾震撼嘅時候，你就會明白點解全香港嘅男女老少都會為咗呢個地方而瘋狂啦。